呢本書嘅簡介會，或者即係我叫或者喺度講座啦。但係好重要嘅，其實我講呢本暴力之前咧，咁我叫張家榮啊，我係呢本書嘅譯者。咁講呢本書之前，其實我諗好需要去簡介一下Zizek呢個人。咁Zizek呢個人係好特別嘅哲學家，佢係嚟自一個國家你比較陌生嘅，叫斯洛文尼亞。有冇聽過？斯洛文尼亞咧，其實咧係佢接壤咧呢個奧地利同埋呢一個意大利嘅，佢西面啊。咁所以咧，其實你可以知道呢個國家雖然佢咧係呢一個咧前南斯拉夫嘅一個屬土啦，南斯拉夫 Yugoslavia 嘅屬土，但係佢係好近，佢同西方係接壤嘅。咁當然啦，90年啦，即係你哋都未出世嘅時候咧，咁到成個社會、成個世界變天啦，咁成個蘇聯垮台嘅時間咧，南斯拉夫4分五裂啦，亦都曾經有呢個科索沃戰爭。咁你應該知道米洛舍維奇係屠殺咗好多波斯尼亞同埋波斯尼亞裔嘅人同埋回教徒。咁但係呢一樣嘢同Zizek作為即係其實佢都係前南斯拉夫嘅一個屬土嘅一個後尾獨立咗呢個斯洛文尼亞國家嘅一個知識分子啦，或者哲學家。咁其實佢好特別嘅，因為你要知道佢身處嘅地方咧係呢一個東西交界、東西歐交界，所以佢對西方尤其法國哲學同埋德國唯心論咧，其實主要你要知道，如果你要讀歐陸哲學啦 （Continental Philosophy），主要咧就係兩支嘅啫，一支就係呢一個法國哲學，另外一支就係德國唯心論，或者德國觀念同 German idealism。咁佢都係Zizek係非常之掌握到，即係好好。咁但係而且同一時間咧，佢有樣好犀利嘅地方，就係佢對整個蘇聯嗰個黨史啊，蘇聯嘅即係或者東歐啊，成個對馬克思嘅傳統咧，佢都拿捏得好好。咁你哋要知道，你哋要去檢視下自己先，因為點解好簡單嘅啫？你哋出世嘅時候咧，仲未回歸嘅，始終都係一個英國人管治嘅地方。喺英國人管治嘅地方咧，教出嚟嘅就有某啲視野咧係睇唔到嘅。你哋嘅 vision 係去所不能達到嘅。點解？因為其實呢一樣嘢咧，佢會好潛移默化咁控制你。即係我講衰啲英國佬好衰，咁佢令到你睇唔到其實整個東歐嘅學術圈。或者歐陸嘅學術圈，甚至乎南美洲嘅學術圈係非常之即係對黑格爾嘅傳承啦、馬克思嘅黑格爾等等呢啲傳承咧，有佢另外一種方式嘅傳釋，而且呢一種傳釋咧係科學好多，係科學好多。咁所以其實齊澤克點解喺呢個時候會可以咁爆炸性咁樣出到嚟，其實有個好重要原因，就係因為喺蘇聯垮台之後咧，整個全球資本主義以英語世界為首嘅全球資本主義啦，當然美國啦，其實佢一直其實可以，我亦都可以好坦白咁講，香港係個美國嘅地方嚟嘅，完全係美國嘅地方嚟嘅。咁所以你被呢種美國嘅意識形態控制嘅時候，亦都同時喺呢度受緊苦啊嘛，因為好簡單，即係好直接嘅啫，就係因為你畢咗業出去咧係好難揾嘢做嘅。而且咧，就算揾到嘢做咧，佢會將你人工壓得好低。你點解會咁嘅咧？而且呢一樣嘢唔係淨係你自己嘅問題，喺全球你見到，就算喺中國有好多勞工問題，喺全球都有青年被剝削、老人被剝削嘅問題。點解會咁嘅咧？而而且呢啲剝削係直接透過有一部機器嘅，就係金融機器。係透過金融市場呢部機器，因為真正揸緊華爾街嘅企業嗰班控制嘅人，其實係金融嗰班人。咁到底點解？咁Zizek其實就係喺當時喺89年，佢係最紅嘅。佢49年出世，佢49年出世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因為中國立國啦。89年紅，佢靠嗰本書叫做《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意識形
態的崇高客體呢本書咧，平地一聲雷咁樣啦。89年其實佢呢本書其實係預示到啊，點解會紅咧？其實某程度上，因為佢太預示到之後個世界發生啲咩事。佢發生啲咩事？全球資本主義點樣 run 法 ？run 嘅方式係靠乜嘢 run？而佢係有好重要嘅地方就係佢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咧，好激烈咁樣咧，即係或者好激進咁樣 research， 即係佢完全將佢復活到馬克思主義。因為你都知道89年冇人再相信馬克思主義，冇人相信共產主義嘅，冧咗啦嘛。得一個地方冇冧就係中國，咪有啲少數都唔冧咗，古巴咯。但中國冇冧，但係中國以另外一個形式重新回歸啊！呢個形式就係資本主義嘅極致啊嘛。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資本主義咧，馬克思主義咧唔係一個100%反對資本主義嘅，因為資本主義係作為共產主義嘅某一種條件嚟。咁但係到底點解即係中國喺文化大革命之後可以咁爆炸性地走呢個資本主義走得咁好咧？文化大革命又有啲乜嘢嘅條件提供咗俾中國嘅意識形態？得嘅，冇教過你哋㗎。你諗下中學冇教過你哋㗎嘛？點解唔教你哋？即係其實好奇怪㗎。就算你覺得文革係一件負面嘅事，都應該去教你哋。但你唔提係最衰㗎，唔提就係你會覺得嗰件事完全唔重要咯。你覺得嗰件事唔好，你都起碼覺得佢事重要。即係你同人拍過拖，你覺得嗰人好衰嘅，嗰人辜負你嘅，你記得佢真係起碼佢仲重要。你唔記得佢其實佢。咁其實呢個就係咁。咁其實咧，佢49年出世啦。當時佢身處嘅東歐，咁佢係讀哲學出身嘅。咁本身咧，佢係一個搞佢 PhD 論文咧，係搞Derrida 嘅，Derrida 同埋搞呢一個 Heidegger。大家有冇聽過呢個 Heidegger？海德格爾嘅。有冇聽過 Martin Heidegger 同埋呢個 Derrida 嘅，即係尤其關於呢個解構主義嘅 deconstruction 嘅哲學。咁 deconstruction 係咩嚟嘅 ？deconstruction 其實就係講緊咧點樣 undermine 緊某一種形上學嘅假設嘅一種 tactics， 即係你要 undermine 整個對何謂不動嘅存在嘅一啲假設。咁呢樣嘢好基於對 language 嘅運作。咁但係詳細個 technical 我唔講。但係佢嗰時就係研究呢啲嘢嘅。咁之後咧，佢研究呢啲嘢之後咧，因為佢研究呢啲嘢啦，咁佢大概應該未夠30歲佢攞 PhD 啦。但係佢喺佢自己個國家斯洛文尼亞，佢嗰間 U 咧而家好出名嘅，因為出咗佢，同埋出咗幾個好犀利嘅哲學家，都係搞Hegel、黑格爾同埋搞呢一個精神分析嘅psychoanalysis。咁一個叫 Supancic， 一個叫做 Dollar 都好出名嘅，即係嗰啲師兄師妹好出名而家，因為佢哋出名嗰班咧會走晒去一啲即係而家比較出名嘅思考家，譬如歐洲研究院啊嗰啲，喺瑞士有間叫歐洲研究院，喺英國。咁佢後尾咧就因此之故咧，佢係揾唔到嘢做，因為佢個論文係寫一啲當時歐洲比較即係西歐嘅哲學。咁因為當時仲係共產主義嘅就即東歐即係南斯拉夫共產黨執政咧，你要揾份工做咧就好重要，就係你一定要係研究呢一個馬克思主義。咁所以佢揾唔到工作，咁佢冇踎單啦，係咪？咁佢就失業啦。咁失業咁佢後尾佢有反而係社會學研究所就請咗做研究員，佢冇乜嘢做嘅啫。咁佢就係日日埋手讀書，同埋佢有一段時間都失業嘅。咁後尾佢輾轉咧就去咗呢個法國繼續讀書，即係佢攞完 PhD 之後咧，再去法國咧就去讀呢一個精神分析。
去到法國嘅時候咧，就跟一個好出名嘅哲學家或者精神分析師啊，好重要嘅呢個人叫做 Jacques Allamy 咧 ，Jacques 就 Jack，Jacques Allamy 咧 ，Jacques Allamy 咧係咩人嚟嘅 ？Jacques Allamy 咧係而家唯一一個有權合法地咧去編輯拉康27年，拉康講咗27年當作拉康唔知啊嘛，即係拉康 Jacques Lacan 就係而家時 set 一定好重要使用嘅精神分析理論啦 ，Jacques Lacan。咁 Jacques Allamy 咧就係唯一一個有權去出版同埋去編輯 Jacques Lacan 嘅 seminar 嘅。咁 Jacques Lacan 佢本身係一個而家喺法國影響力係非常大嘅。Jacques Lacan 佢本身係1900年出世嘅，定01年，佢80年死嘅，1980年死嘅，即係佢享年80歲度咯。咁佢同時代人有沙特啦、Merleau-Ponty 啦，有Lévi-Strauss 啦、呂文雅龍啦、拔提耶巴塔耶，我聽過，好重要嘅呢個 figure。你哋可以睇佢寫好多文學嘅，有本書叫做《Eyes of Mother》，即係類似我 exactly 記得你巴塔耶。有人冇人讀過 Eroticism 啊，好出名佢。真係咁啊！當時係佢當時嘅好重要啦。咁當時佢去到就跟 Jacques Allamy 咧就學呢個精神分析，學完啦，加埋佢自己本身佢讀佢嗰個咁強嘅馬克思背景同埋法國哲學背景，因為佢研究 Heidegger 啊嘛，佢博士論文研究 Heidegger。咁佢就喺89年寫咗呢本《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咁呢本書其實係咩嚟咧？佢由第一章開始分析翻馬克思關於 fiction 嗰個 notion， 到底乜嘢叫戀物咧？戀物係以咩嘅方式運作嘅咧？咁喺前現代世界同埋現代世界，戀物嘅形式有冇轉換咧？跟住一直落到去，佢要問到，如果呢種形式有轉換，咁佢嘅支點喺邊度咧？支點即係你一定有某一啲嘢支撐咗你個運作噶嘛？咁個基點喺邊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個基點就係去到有一樣嘢叫犬儒主義嘅 cynicism 嘅問題。犬儒主義就係embody 咗係一句好重要嘅 statement 嗰度，就係關於就係 I know very well but 我知道好清楚，但係咁又點咧？即係意思係我知道係假㗎，但係咧 work 嘅。我知道咧而家咧呢一啲咧LV 啊Chanel 啊，佢根本唔值咁多錢嘅。但係我知道咧，就算佢唔值咁多錢啦，我買咗佢咧，佢會 work 嘅。點解？因為大家會覺得我真係好多錢。係咪？我知道咧，有一句好重要啊！以前電訊盈科上市啊，一開頭上市嘅時候啊，叫8號仔，而家係冧曬㗎啦。8號仔係即係啲股價係跌穿晒呢一個招股價嘅時間咧，有一個阿伯咧俾呢個電視台訪問嘅時候咧，你知唔知電訊盈科係邊個先？以前係李澤楷嘅。咁跟住佢問阿伯，當你排隊去買㗎嘛嗰隻嘢，嗰陣時一個都覺得會升㗎嘛，但係點知又係冚冚聲咁跌啦。就問我，佢話點解你要買咧？佢話淨係李嘉誠個名都食成億啦咁樣，大家都知係假，但係大家覺得會。咁佢就係研究呢個問題，咁逐漸嚟講咧，其實咧佢係譜咧好得意啊！你會見到其實佢好受張恩艾德雷神。張恩艾德雷神好重要，就康德，所以你見佢嘅書係會研究好多康德嘅，因為康德係我哋而家大部分現代人啊思維嘅模式，康德式嘅思維嚟嘅。我哋係好強烈康德式，雖然我哋可能好多人未讀過康德，但係我哋會用康德嘅形式去搜嘢。
因為嗰樣嘢佢永遠都唔需要。如果我哋一旦可以嚟，我哋有用康德咧，我哋就未必會用康德咁樣去讀嘢。明唔明我講咩？如果我哋識得將某一樣嘢概念化嘅時候，我哋就會企喺嗰樣嘢之外㗎嘛。嗱，你試下花好簡單嘅啫。如果你話你係一個虔誠嘅教徒嘅時候，你好少可會將宗教視為咗一個研究嘅對象去理解嘅。明唔明我講咩啊？你一定喺裏面㗎嘛。咁所以一旦你透過概念將某一樣嘢切割咗出嚟嘅時候咧，嗰一樣嘢已經唔係原本你投入去嗰時候嗰種狀態。係，所以黑格爾有一句嘢係講得好嘅，語言係謀殺嘅第一步，或者語言係首次嘅謀殺，語言係將一切嘅東西切割咗，而且將佢唔係再以佢本身嘅方式呈現出嚟。咁佢就係叫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啦。咁然後咧，輾轉佢喺佢寫咗幾本書，咁寫好多書㗎。你如果睇佢 bibliography 佢都黐嘅，一年出2-3本書。不過成日翻兜嘅，然後即係佢將自己寫過嘅嘢咧 paraphrase 一次，改下啲字，同一個例子再講一次，寫其他，因為佢好多範疇添嘅。你哋讀宗哲㗎嘛，我個人，咁佢研究宗教係好出名。佢研究 Christianity 喺神學界係好有名嘅。咁佢有幾本書啦，有本書叫 Factual Absolute 易碎的絕對，嗰本書係寫得好。咁另外一本咧叫做 On Belief 論信仰，另外一本咧叫做Dove and Puppet 侏儒與木偶，同埋Monstrosity of Christ， 佢同另一個神學家合作 God in Pain 咁。佢喺呢個情況下咁樣就佢寫好多書。但係如果講到佢嘅即係本體論著作咧，即係 ontology， 即係佢 work on ontology 嘅，就主要係 Sublime 咯，呢本書啦，意識形態崇高係 Sublime 咯。The Caring with the Negative 啦，有本書叫未人譯嘅呢本，其實我想譯，不過我未揾到喎。即係於否定性之中停留啊！意思即係呢句嘢係從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嘅prefix 就係前言嗰度咧講出嚟嘅。即係黑格爾嘅哲學就係叫你哋去咩？去理解自身，去作否定嘅預設，即係你嘅 presupposition of negation。你要檢視你去作否定，咩否定？即係將某啲嘅概念化，嗰一個前設係點樣構成嘅？咁嗰本書係講呢個，嗰本書個副題叫 On Kant, Hegel 啦 and Critique of the Ideology， 即係論康德、黑格爾與意識形態批判。跟住佢出咗一本書咧，叫 Ticklish Subject， 1999年嘅 Ticklish Subject。咁佢就呢本書咧 Ticklish Subject，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Ticklish Subject 咧就1999年佢就開宗明義要同某啲人宣戰嘅開始。首先佢同呢個 Derrida 宣戰，同解構主義宣戰，同Heidegger 宣戰。佢要去pinpoint 到底 Heidegger 點樣 misread 咗康德，跟住佢要同呢一個女性主義宣戰。女性主義佢都會同女性主義宣戰。佢會同呢一個Habermas 宣戰，同埋最後佢會同阿圖西宣戰。但係阿圖西你會好特別，佢係阿圖西人嚟嘅，某程度上佢係一個阿圖塞爾主義者，但係佢要同阿圖塞爾作最後嘅搏鬥嘅原因係因為佢本身佢覺得阿圖塞爾係未去到最激進，佢會諗下拉康係比阿圖塞爾激進。然後咧佢
最近出咗一本好重要嘅書啦，咁就叫 Less Than Nothing， 咁有成過千頁嘅咁厚嘅，嗰本書都賣成400蚊嘅咁厚嘅，咁成過千頁嘅，咁嗰本書就係將當代嘅哲學史咧，去 derive 一次問呢個哲學史本身嘅運作係點嘅。咁佢由笛卡爾問史賓諾莎、萊布尼茲、康德、費希特、謝林克格爾，一直問到德勒茲嘅。德勒茲啊 Gilles Deleuze 等等啦，咁就咁啦。咁如果呢度大概就講咗佢 work on 啲乜嘢，其實佢個系譜就係好重要。佢係Hegelian，佢一個popular Hegelian， 一個真正嘅Hegelian 嚟嘅。因為 Hegel 佢係完全 employ Hegel 嘅哲學。咁然後佢係勒康嘅人啦。如果有讀過勒康嘅 text 嘅，你會知道勒康係好受 Hegel 影響，都係好受 Hegel 影響嘅。因為勒康喺38年嘅時候係聽咗Alexandre Cochet 嘅課嘅，有冇聽 Alexandre Cochet？ 科耶夫係一個俄羅斯哲學家，喺法國嗰時開課講呢個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當時在座嘅有希安阿康、雷文亞龍啦、勒克洛漢 T 啦、Simone de Beauvoir 啦、波娃第二性嗰個知唔知啊？李維斯陀啦、白泰耶啦、拉康啦。咁沙特咧本存在與虛無講咁多黑格爾咧，就係因為佢冇去聽嘅，佢係波娃俾咗音樂。咁所以 Alexandre Cochet 咧本身就好影響佢，而所以咧喺拉開50幾年嘅時候咧，就揾咗 Jean Hippolyte， 一個當時好重要嘅哲學家 Jean Hippolyte， 就係講黑格爾嘅精神現象學嘅法文其中一個翻譯者。後尾係巴黎最高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大學嘅校長，亦都係 Deleuze 嘅老師 Gilles Deleuze 好重要嘅 figure。而家成個法國嘅哲學就係 Gilles Deleuze 同埋 Alain Badiou 嘅之爭啫嘛。而家唔知你可能你哋唔係好知 Deleuze 冇人教嘅，香港有某一啲文化研究嗰啲會教，但係佢哋唔得嘅，因為點解？佢哋 Deleuze 係好受數學影響嘅，但係香港啲文科人係好怕數學噶嘛。Deleuze 好受一個 L1 叫 L1 洛邦嘅數學思想家影響嘅，咁數學歷史思想家。咁所以其實 Deleuze 而家喺法國死咗啦。Deleuze 喺90幾年死嘅，自己跳樓死嘅。Deleuze 係好重要，而家喺成個，不過你其實而家仲香港好多人，即係貴校有個人叫羅貴祥，我成日講佢，有聽過羅貴祥？我唔知羅貴祥而家係咪仲教？Human 嗰邊啊嘛，好似文學嗰啲。但佢都係講錯，因為我喺度寫啊。譬如佢有個 term 咧叫 singularity 咧，佢譯錯嘅 singularity， 但係咧冇人譯嘅，好少人譯嘅，亦都冇人敢譯佢早期嘅，因為佢早期太過黑格爾啦。因為佢跟 under Jean Hippolyte 嘅 Jean Hippolyte 係一個好重要嘅哲學家，就係、是、黑格爾哲學家，咁所以佢好黑格爾嘅。singularity 係咩概念嚟嘅？係數學概念嚟嘅，叫奇點。奇點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是、tautology， 關於呢一個學理論嘅奇點啊。譬如嗱 ，C 有啲係奇點嚟嘅。我講個 function 啦 ，tangent 90度，佢要存在，但係不能夠被 nominate 嘅，佢不能夠被命名嘅。有好多嘢喺數學上面係唔能夠被命名噶嘛，但係佢必須存在噶嘛，你只能夠透過操作使佢。睇到咁嗰個操作叫一定係 soft circuit， 係咁咯。咁所以拉康好受 Hegel 影響嘅。咁佢50幾年就係完全叫咗 Jean Hippolyte 過去佢嗰度嗰啲 seminar 嗰度講埋學嘅一齊。咁其中如果你哋嗱，你上去浸大，你哋浸大好好啊！我哋圖書館咧黐線㗎。拉康嗰啲 seminar 咧，你哋又好齊嘅，嗰啲英文版係好齊嘅。但係咧，拉康講27個 seminar 咧，
咁譯咗英文得7個啫，其他都係法文。咁咧，但係你哋間 U 咧好勁嘅，連法文都有嘅。法文嘅 seminar 你哋都有嘅，我借我翻屋企睇㗎。喂，即係其他 U 係好少有嘅，呢啲係其他 U 好少有嘅。咁你哋可以試下去借拉康嘅 Seminar One 叫 Voice Paper on Technique 咧，同埋 Seminar Two 叫做The Ego in Voice Theory and Technique 裏邊咧就請咗呢一個哲學家叫 Jean Hippolyte 咧，再講好多嘢嘅。你會發覺講好多嘢，跟住咧講到黑格爾點樣用黑格爾嘅概念去詮釋弗洛伊德嘅。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 Verneinung， 即係德文嚟嘅，即係 negation。點樣譯做法文先啱咧？咁佢裏邊講晒㗎啦。negation 唔係就咁話我啲嘢唔係，或者啲嘢係咁嘅叫 negation 嘅。原來一種操作係叫 double negation， 雙重否定先至叫 negation 嘅。咁佢講呢啲嘢啦，咁樣諸如此類。咁但係我哋好識㗎啦，雙重否定。咁我頭先講，我哋全部都係康德主義者嚟㗎嘛。我哋一個 implicit 嘅 Kantian，but we don't have a clear sense on 呢一個Kantian philosophy， 即係話意思係而家 Kant 我哋活喺 Kant 底下，但係即係點解我哋會活喺 Kant 底下？因為我哋冇讀過 Kant 啫嘛，我哋冇讀過康德，所以就等於只要咧你細心咁研究聖經嘅時候，你就唔會係基督徒啦。因為好簡單，你會做一個真正嘅基督徒，你唔會做一個喺裏邊繼續盲信嘅基督徒啊嘛。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好康德主義嘅，好康德主義嘅。點解康德主義咧？因為康德有冇人讀過康德嘅？有冇人睇過康德嘅書？冇。有冇人睇過康德嘅 Grammar 嗰本書？冇。有冇人睇過第二批？冇。知咩叫 categorical imperative？categorical imperative 定言命式，冇人讀過。定言命式好簡單嘅啫。定言命式咧，如果我而家講咧就話，冇任何內容可以擔保到你做嗰樣嘢係啱嘅，冇任何條件，係咪？咁所以咧好簡單，如果一樣嘢係啱嘅話咧，就只能夠係一種形式，佢唔能夠係一個內容，一個 pure form。如果一個係真正嘅 ethical， 嗱，因為好簡單，咩叫 ethic？ 即係咩叫 ethical act 啫？就係嗰一樣嘢唔好有條件嘅。點解你愛你女朋友？我身材正，咁唔係愛啊嘛！你即刻知道嗰個唔係愛嚟噶嘛？點解我咁做？因為有着數。你知道有個條件嘅，咁所以咧，嗱當然個條件一定係回數性啊。後尾你先諗到嘅個條件，通常你後尾先諗。咁但係問題係，你知道有條件嘅嘢唔係真正嘅 act 啦，或愛啦，唔係 ethical practice 啦。咁所以咧一定得翻個 form 咯 ，form 就冇條件咯。一定係 categorical 係有冇人知咩叫12範疇啊？冇人知，冇讀康德㗎，真係一批睇咗佢啦，唔係好多啫嘛。12範疇其中喺呢一個 relation 裏邊咧，12範疇係一個4乘3嘅矩陣，3乘4乘3嘅矩陣，4乘3嘅矩陣咧，佢裏邊咧其中有一個叫 categorical 嘅。咁4乘3，咁所以咧有4個10 category 噶嘛。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咧叫 relation 咧就有 categorical 啦，有 hypothetical 啦 categorical、hypothetical 同埋 disjunctive。咁 categorical 嘅意思就係講咩？就係講嗰一樣嘢係實體與屬性嘅關係。實體與屬性，咩叫實體與屬性啊？實體與屬性無條件嘅，嗰樣嘢係乜嘢就係乜嘢。點解咁做？因為佢係咁，完全 tautology 嚟嘅，完全 tautology。只有完全 tautology 嘅先就係 ethical 嘅，先係 ethical 嘅，因為佢冇條件啦。hypothetical 一定係唔係咩嚟噶嘛 ？hypothetical 就係因為所以嘅關係。咁因為所以嘅關係，你會知道嗰一樣嘢係一種外部嘅條件推使你噶嘛，推使你去做一啲嘢。咁當然唔係 ethical act 啦。不過呢樣嘢咧，去到黑格爾咧就俾黑格爾咧重新再玩多一次，即係處理過呢個問題。咁大概事實咧，佢好受德國觀念論影響啦，佢都會處理呢兩個人嘅費希特同埋謝林。香港係冇人理嘅，係
咁費希特同謝林好重要嘅，佢因為費希特同埋謝林都係回應康德關於物自身嗰個問題，關於物自身 thing in itself 啊，物自身係不可知啊嘛，咁你話佢不可知，我咪知道佢不可知咯，咁咪真係知咯，呢個好大問題嚟噶嘛，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如果有啲嘢我哋唔可以知，而佢一定存在，即係頭先我講singularity啫嘛，等於，咁我咪真係知道佢一定存在咯，我咪真係知咯，我知道佢有個屬性係唔可以知啊嘛，咁咪即刻自相矛盾咗咯，康德咪即刻自相矛盾咗咯，咁所以係引嚟好多問題嘅呢度，等等，咁psychoanalysis 係好重要嘅，因為psychoanalysis係激進地唯物化咗哲學嘅。激進唯物化哲學，即係 radically materialize 呢個 philosophy。佢將 philosophy 擺落去，都係喂好簡單啫嘛。你嗰個人啊，你哲學一定要處理一樣嘢，就叫他者嘅問題啊嘛 ，otherness 嘅問題啊嘛。個 otherness 你點知人哋有靈魂啫？你永遠唔知啊！你只能夠從乜嘢？從嗰個先頭，即係嗰個咩啊？嗰個人嗰啲病徵度睇到，其實人好多病徵啊嘛，重複有做一啲嘢噶嘛。咁嘅時候，你從呢啲嘢嘅時候理解緊到底由乜嘢結構導致到咁嘅情況？你知唔知胡塞爾啊？Husserl 其實同科係同一個師傅。胡塞爾同埋呢個弗洛伊德，當然弗洛伊德偉大好多啦。弗洛伊德係同一個師傅嘅，同一個師傅叫 Brentano。即係當時其實咧，黑格爾去到哲學嘅頂峰之後咧，黑格爾瓜咗之後咧，哲學係群龍無首啊！好多派，新康德學派啊，研究意識啊，有啲現象學派啊，維也納嘅分析哲學啊，馬克思主義啦，即刻走咗出嚟啦，精神分析好重要，咁等等，所以時勢佢處理呢啲問題係好強。佢好強嘅，佢處理呢個問題。咁所以事實佢個系統就係咁。咁同埋佢對當代法學哲學啦，傅柯啊，佢係成日分析傅柯嘅。因為傅柯同德瑞拉係對冚嘅，你哋又要知啊。傅柯同德瑞拉係完全對冚嘅哲學，完全對冚哲學嘅。傅柯同咁相對親近嘅就係傅柯同埋德拉斯，好親近，因為佢哋都好受桑同埋Spinoza 影響，史賓諾莎。咁史賓諾莎好對楊于康德嘅，德瑞拉就比較康德主義嘅。咁李維斯陀啦、阿杜西啦、巴丟而家好重要啦，巴丟非常重要啦，巴丟。咁佢其實佢就係呢邊法學哲學啦，同埋最重要嘅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其實佢 Marx 啦、列寧啦、史太林，佢學分析史太林係非常好嘅分析得，因為當然啦，佢喺嗰個社會度生活過啊嘛，同埋毛澤東你哋如果有細心睇譬如論哲學問題啊，佢有好多篇文都好嘅，論哲學問題啊、矛盾論啊、實踐論啊，都分析得好好嘅，即係關於好多哲學性嘅問題，佢分析得好。咁等等啦，咁基本上係咁。而家我就即將佢大概佢嘅背景係乜嘢，我講一次出嚟，同埋佢受乜嘢嘅思潮影響咯，思潮影響。咁而家大概係咁，我係可以唞一陣。你有冇問題啊？可以問。咁我依家可以講佢呢本書，咁佢要研究嘅課題係暴力，關於暴力係啦，暴力嘅問題，暴力乜嘢叫暴力？係暴力即刻問到一個關於 politics 嘅問題，因為同你哋去收啲 module 一定好唔同嘅。你哋譬如會讀有一科叫ethics 㗎嘛，或者政治哲學㗎嘛，會唔會？嗰啲好英美式嗰種讀嘢方式咧，就係佢唔理個本體問題。即係佢唔理到底構成我而家睇到現象嘅方式嘅問題嘅，佢就係話：呢個主張同呢個主張有咩唔同咧？即係 Bentham utilitarianism 同呢一個deontology， 即係呢一個義務論之間嘅對撼啊！佢將人睇成咁喎，咁但係佢唔會問嘅，佢唔會問點解我要首先將人睇成人先？我唔可以當你機械人嘅咩？絕對可以，係我夾硬要話你係人嘅啫喎。亦都係你夾硬要話我係人嘅啫喎，我係部機器唔得嚟，係你
強制嚟噶嘛，語言嘅強制嚟噶嘛 ，tyranny of language 嚟噶嘛，語言嘅獨裁嚟噶嘛呢個係。但係我哋只能夠透過呢種語言嘅獨裁，梗係一樣嘢係獨裁就係錢啦、語言啦啲嘢，因為佢全部係中介，佢全部係 mediation。如果你一定要透過某一個工具先可以達到某啲嘢，譬如你只能透過語言先可以同人溝通嘅話，一定俾個工具控制，因為你冇佢唔得咯。中介一定係玩晒㗎，所以點解而家金融佬會玩晒？金融佬玩晒，因為佢 dominate咗所有嘅中介，所有嘅投資、所有嘅生產嘅落實嘅生產都一定要透過呢一班去將錢重新分佈嘅控制緊呢啲機制嘅人，或者再就係嗰部 server。你都知而家好多嘅錢係唔需要印出嚟㗎嘛，冇 bank note 㗎而家靠好。你知道好多係真係電腦上富貴啊！知唔知有電腦上富貴啊？真係啲錢爆一爆又蒸發翻冇咗，真係好多負債，瘋狂負債，但係因為負債個社會一路 run 到，係咁咯，係啊。咁但係所以不過冇辦法㗎，香港係一個極之受美國影響嘅地方，所以你哋學嗰啲嘢會比較蠢，係蠢啲嘅，冇辦法。斯洛文尼亞佢嗰間大學咧 ，Ljubljana 咧，大學一年班已經要讀拉康嘅 Semmelweis 20，係好深㗎。拉康 Semmelweis 20係用咗好多數學嘅托托理論，好深，好癲嘅。即係佢會涉及到好多即係點講英語世界係真係黐線，學掂識咯，係即係不停屈你錢嘅啫嘛。你諗下冇問題先，我休息一陣。呢本書啦，係咯，佢可以最然可以買嘅，但我冇版稅收，我俾國家做咗中介，佢俾咗一次過錢。咁呢個係英文，你可以喺浸大借，應該有幾本添喎。你浸大好多書㗎，人文學科呢本啲英文都幾深，不過學下英文嗰度有冇問題，或者哲學上嘅問題咯，可以問。哲學上嘅問題我絕對可以問。哲學上有冇問題？即係做功課嗰啲有冇？就下屆人所講嘅真無限即係。哇！你問到呢個問題，真無限嘅意思咧，你首先要問乜嘢係壞無限？我解釋下。咁無限咧，其實你要首先諗啊嘛，咩叫無限先？無限就涉及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 就係複製。如果你冇，因為嗱，你從柏拉圖開始咧，就要諗呢個問題。無限咧，柏拉圖之前係邊個？又好重要啊！我唔係講蘇格拉底，就巴門尼底斯。巴門尼底斯處理無限嘅問題，就涉及不動者。如果唔係先奴就唔使俾講 paradox。知唔知咩叫 paradox 啊？咁咩叫 power？Power 係一個 prefix， 即係解 against 咁嘅意思。Dox 即係 doxa，咩叫 doxa？D-O-X-A，doxa 識唔識 ？doxa 即係意見，唔係理論嚟嘅。三姑六婆講嗰啲嘢。Paradox 即係 against doxa， 即係 against opinion， 即係抵抗意見。咁 paradox 俾出嚟就係令到你去反思我平時諗嗰啲咧唔經反思嘅嘢咧，原來係弱智嘅咁嘅意思。咁所以咧，即係你要知道嗰個無限喺整個哲學史裏邊不停討論嘅。但係你要知道嗰個無限唔無限嘅，因為點解咧？如果我話一個不動者就係無限，或者柏拉圖嘅理型就係無限，上面 concept 嗰啲係無限嘅。呢啲係有限嘅，咁佢就搞，因為好簡單啫嘛。你要構想呢個無限嘅時間咧，完全咧佢唔能夠被掌握嘅。嗱，即係你即刻無限係不能被掌握啊嘛。意思係講緊你一個有限嘅感官世界不能夠被不能夠被有限感官世界所掌握啊嘛。但係黑格爾會即刻去反思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嘛，因為康德問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嘅，就係無限呢樣嘢可唔可以理解？佢就發現唔得嘅，因為好簡單，空間上即係呢個空間上同時間上嘅無限咧，都不能夠話佢有同冇嘅，透過二律背反呢種模式。
antinomian， 如果你睇呢、個純粹理性批判嘅第二部分，裏邊講活義律背反嘅問題，超驗辯證論嗰度嘅問題係唔得㗎。嗱，你試下諗下啦，我話空間有無限嘅，咁無限即係佢要向外延啦，咁佢向外延嘅時候，即係外邊有啲嘢包住佢，咁佢點無限啊？如果有啲嘢包實你，你係咪唔叫無限咯？你俾某啲嘢限制啊嘛，咁梗係。但係你話佢唔係無限又唔得喎，你想像唔到，即係話佢唔係無限，即係佢出邊仲有嘢啦。咁我可以即刻諗埋佢出邊嗰嚿嘢繼續褪㗎嘛。你話佢有同冇都死㗎，時間上嘅起點又係㗎嘛，有同冇，咁我話有，咁我即刻可以問埋起點嘅起點啦，冇起點又係死啊，冇起點即係之前又有一個起點㗎嘛，兩樣都死㗎，你點樣你論證落去會死㗎？咁就係因為咁樣咧，無限咧呢樣嘢就被黑格爾最後處理到嘅，透過佢真無限嗰個概念就係內外係統一咗。但係呢個係好深嘅一個 technical 嘅嘢嚟嘅。如果要好細講到呢樣嘢咧，就一定要落到弗洛伊德或者拉康啦，或者奇克果 Kierkegaard 後尾講到重複嘅問題，因為佢哋將重複同埋 representation 再現咧做一個區分嘅，重複先係真無限，只能夠重複嘅啫，重複就可以做成真無限。壞嘅無限就係 copy 啫，即係 representation。重複可以做成真無限。呢個就係成個，即係所以奇克果人話佢係一個真正黑格爾主義者。當然佢聽黑格爾嘅課啦，你知唔知啊？奇克果知邊個？ Kierkegaard 齊克果有人，齊克果丹麥哲學家，好重要嘅，呢個 figure 好重要，好勁嘅，好勁抽嘅，好勁嘅，佢啲概念好勁，但係佢寫嘅方式唔係嗰啲好逐步推嗰啲嚟嘅，佢係有啲詩性嘅，箴言式咁寫嘅，即係尼采咁寫嘅。你有冇問題？我想知道那個重複可以變成真無限，這個是怎麼推出來的？哇！呢、這個你要睇書㗎，翻屋企我嚟講俾你聽。哦，哪本書？你可以睇其他嗰本重複，但係寫得比較仔細嘅係其他嗰個重複就係同呢個尼采嘅 Eternal Return 係同一個概念嚟嘅。因為好簡單嗱，如果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咧。頭先我講啦，嗰樣嘢只可以形式嘅話，我咪可以將個形式變做條件咯。你有冇諗過？其實康德好蠢嘅。嗱，我舉個例，康德就話咧，你咧講大話咧係一個咧完全咧唔能夠放諸四海皆準嘅一個行為，因為你呢一樣嘢要擺喺每個人，你可唔可以忍受人哋呃你？唔可以噶嘛。咁好簡單，咁如果有賊嚟你屋企打劫咧，佢問你咧啲財寶啊、你啲錢啊喺邊，你都要講真。康德係咁。好啦，咁我試下舉一個例俾你。你咧有冇聽過咧？有一個禪宗嘅案啊，即係一個古仔啊，就話咧有個和尚咧就抱個女人過河，有冇聽過？咁咧佢抱完佢過河咧，咁跟住咧佢嗰個徒弟就話佢啦，你犯色戒咁樣，咁個女人落咗河嘛，佢抱過佢過，跟住後尾咧嗰個和尚就話啦，我將個女人放低咗啦，點解你未將個女人放低？咁你呢度可以睇到一樣嘢嘅，如果個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pply 落嚟呢度咧，其實你可以話，其實和尚咧就係唔理到底咧嗰件事咧有咩後果，佢可能會俾人 blame 佢會犯色戒，佢都要抬呢個女人過河啦。但係咧，你可唔可以咧將呢件事咧再做一次啊？但係咧係用佢做呢一個硬性嘅條例嚟做一條件，即係個 categorical imperative。到底咧有冇女人咧過河咧
報女我用飯食戒係唔緊要啊，我都會報嘅。但係我係咁，我報女過河。既然係如此嘅話咧，我用呢條 rule， 上次師傅按立咗嗰條 rule， 話無論點你都報女人過河嘅時候，我攞嚟犯罪都得㗎。即係話，如果律法係一定需要被遵守嘅時候，我透過遵守律法嚟犯罪係可以嘅。如果唔係法律罅，點解會出現嘅？你諗清楚，法律走法律罅或者逃稅或者等等嘅，係佢冇犯罪咯。只要佢完全跟足呢個程序，但係我可以選擇，係因為我係講真話，我係做，但係我選擇講少啲或者講多啲。完全係有呢個維度噶嘛，即係律法作為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定言明晰定言律法呢樣嘢，佢係可以被作為條件，無條件作為條件係可以嘅。愛一定要無條件4，所以咧有啲人顛到咧就係咧佢咧係都要，佢冇問過嗰個人，佢中意嗰個人要唔要嗰樣嘢，佢夾硬要為嗰個人犧牲㗎嘛。所以好變態啊！你明唔明啊？呢件事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但係問題係尼采點解後尾就要講 eternal return？ 大家如果你有睇過尼采嘅書，你知尼采係好憎功德嘅。咁 eternal return 其實意思就係話好簡單嘅啫。如果 categorical imperative 你係真心相信，定係走法律罅咧？有一個可以檢驗到，就係靠個重複。如果做一鑊，你知道個效果係點噶嘛？係咪先？你知道會有咩效果啊嘛？你會俾世人向馬，定係俾世人稱讚啊？就係而家我要到底俾個後果，無論如何係衰係好，我都要做多一次。咁咪嗰件事咪對你咪可以睇到嗰件事係真定係假？你會唔會後悔啊？你做咗出嚟，無論係咩結果，你都唔後悔，咁咪可以體驗到康德呢條 categorical imperative 係 authentic 定係唔 authentic？ 明唔明我講咩？喂，如果我齋講嗰條 law 嘅，我可以借條 law 嚟過橋噶嘛？而家我唔俾你借條 law 嚟過橋，就係無論點你都要，無論最後咩結果都要做多一次，強行做一次，夾硬嚟嘅，係啊，咁先係真正嘅道德。咁嘅意思，所以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回應緊康德嘅，即係尼采回應康德嘅，係因為嗰條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太恐怖啦。你哋有冇問題？有哲學上嘅問題？冇人有哲學上嘅問題？冇。我係唞5分鐘，唞5分鐘我講暴力呢本書啱唔啱啊？你 book 到幾耐？應該係6點半。係啦。我唞5分鐘都得啦，夠講啦。